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经济站有寒流，中华甲云林的高丽菜受到旱害，产量少，菜价大起，所以伫这波趁无到的农民都开始来补种着高丽菜。但是人搁较安怎熬哦，都无达得天就话，天气回转来咯，这个菜发着真紧，结果产量是大暴量，销无路，绩效大败市。三大青菜，包括这个高丽菜、花椰菜甲包心白菜，1公斤拢来落破着10块。这个高丽菜上介惨，这个1公斤是为50块落甲剩8、9块。菜农载袂调。归去开放菜园啊，互民众家己来买，他省一寡工钱。无开电，啊，这个压下去。囡仔头一摆和妈妈来买白菜，第一摆落田真紧张，阁真兴奋。一粒和头同款大的白菜只要10块，至于大兄一下就甲规个网仔地满满。真水啊！很划算啦！白菜生了真水，品质真好，煞开放互民众来买，阁袂真俗。背后的原因有菜农的目屎。今年自这个疫情开始，就已经伫种这伫了钱落来啊！你农民无种嘛袂使哩啊！你专业就咧种这啊。疫情后年前自产大量促销，加上进前寒流造成青菜旱害，产量少，价少起，无趁着的农民赶紧补种。结果天气回暖，高丽菜、花菜、包心白菜生了紧，产量增加，需求煞减少，价少落超过5成，每公斤较无10块。四百偌济？50，那只少。4百杯零啊50块，俗甲婆婆妈妈笑嗨嗨。菜价真俗，市场估计可能会延续到过年了1个月。民众欢喜，不过中华云林的菜农过年进前赚无钱，心啥事？讲互恁平稳这个价钱，莫讲价钱落差，好价做好价，好价做价，俗做俗的。